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1月2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6篇，箴言第8章第1节到21节，马可福音第3章13到19节。今仔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智慧的呼召。咱讲咧讲上帝的计划啦，上帝的呼召啦，到底这个超越咱所了解的，咱要安来军队这个当然是有困难啦，但是亲像箴言今仔日的经文所甲咱讲的，伫第8章的经文所讲的伊讲智慧减无得叫，聪明减无出声。伊伫路边原地的顶面，伫12个路口伫徛，伫城门边，伫城门口，伫城出入的所在，大声叫讲：正人啊，我叫恁；我世间人出声讲，戇直的人啊，恁就会晓得通达的理；愚妄的人啊，恁心内就明白。恁着听，因为我要讲极好的事。我要开喙讲论正直的事，我的喙要讲出真实，我的嘴唇怨恨歹代。我所讲的话拢是公义，其中无弯巧乖谬。这会明理的人，拢会晓得；得到智慧的人，拢掠做正直。咱昨咧讲到上帝的道路，关过咱的道路。咱真困难知，也是讲明白上帝的计划。咱只是军队真做迄个上有智慧的人，就是讲军队迄上有智慧的计划，上有智慧的上帝，咱就是有迄个有智慧的人啦，但是问题就是讲，伫咱的生活中间，经常看见有人安尼讲，对我的财物来看，圣经是过时的，有人讲圣经的记载足侪拢是迄落教育水平真低啦，像彼得因啦，是讲这路加啦，也是这过去旧约的咧记载的人，因也无啥物教育系统有人讲过去的教育水平拢真低无博士啦，即摆博士一大堆安尼啦，但是听起来好若亲像安尼有一点点道理啦，但是事实上是袂通的啦，为什么安尼讲呢？就是讲，博士的制度，咱知影是伫近代啦，毋是讲伫迄个耶稣的时代就有啦，是讲你虽然咱咧讲，新约福音书讲到东方的博士，其实迄嘛毋是真正的博士啦，好，伫几千年来，世世代代有偌济即个学问真深真悬的人，想要来辩驳讲上帝所赏赐即个圣经是无路用的。有偌济博士拢是因为研究圣经来得到的。圣经虽然经过侪无同款的时代，经过侪无同款的人记载，也伫无同款的地点，亲像咱讲有应允之地啦，有受领的所在啦，有埃及做背景啦，但是拢指明同一位上帝，同一个救恩。上帝有伊的计划，有伊的旨意，也因为伊的智慧，所以伊用智慧来呼召人。智慧的人到底是要爱安怎做？圣经甲咱讲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人捌智性的就是聪明。你照着我日子要增加年岁济济，你若有智慧，就对家己有利益；你若亵渎，就要家己来担当啦。这是箴言第9章接续今仔日的经文，佮继续讲的既然咱明白，咱无法度来了解的是讲，知影上帝的旨意，无法度去看见上帝的计划，也是讲了解伊的做法。那安尼，如果咱愿意顺服，甘愿军队，亲像耶稣基督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安尼讲，我的爸啊，
若是会使，求你将即个杯刷走，但是毋通照我的意思，是照你的旨意。上帝计划是甚物？其实坦白讲，毋是上重要的。咱嘛无需要一定爱去知，你知的目的是要创啊？决定要对也毋对吗？重要是咱得爱顺着上帝的旨意，这是受呼召的智慧啊，因为领受着智慧的呼召。马可福音3章经文点出耶稣基督设立12位门徒，啊，互因常常甲家己同在同行，佮找因去传福音，赶鬼。医病，但是即其中却嘛是有一个人认为家己有能力，智慧比耶稣较好，伊无愿意专心来军队家己，却为着钱来出卖耶稣。当然，伊落尾是丧失性命啦吼。咱要安怎样才是一个有智慧的军队者？亲像箴言第8章接续的经文第10节到第13节，安尼讲，宁可恁着承受我的教示，较好着白银这改成咧讲迄个犹太啦吼，得着赏赐较好着黄金，因为智慧比红宝石较好，一切所羡慕的拢要甲因比拟吼。我智慧用通达做徛起的所在，佮找到智慧甲计划，敬畏耶和华，在伫万分歹待，迄落骄傲、懒散、甲歹路以及乖謬的嘴，拢是我所怨恨。所以要听做一个回应智慧呼召的智慧者。咱着爱做伙来努力，当然是毋是遮简单啦吼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1月2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6篇，箴言第8章第1到21节，马可福音第3章13到1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智慧的呼召。我们提过了上帝的呼召，上帝的计划是真的是很难去知道或是了解，但是我们如何来跟随主的呼召，走在他的计划呢？今天的经文呢，箴言第8章告诉我们，智慧在呼召我们。第1节他说，智慧在呼唤，悟性在呐喊。他站在路旁的岗上，站在十字路口，他在城门口，在城门边呼喊说：人类啊，我向你们诉说，我向地上的每一个人呼吁，你们幼稚吗？要学习机智，你们愚蠢吗？要追求见识。听啊，我的言语美妙，我的话纯正，我所说的是真理，我憎恨虚谎，我的话是真实无畏，没有歪曲，没有乖谬。对有见识的人来说，一切清楚；对通达的人来说，一切明确。我们昨天提到了上帝的道路，他高过我们的道路，我们很难知道或是去尝试明白上帝的计划，但只是跟随，只是单纯的跟随，其实是最有智慧的一个做法。可是问题是，我们在生活当中或是在历史当中，经常看到有人认为，以我的知识来看，圣经是过时的。也曾经听人家说过，
圣经的记载里面，许多的作者呢都是教育水平很低的，像这个耶稣的门徒彼得，他也是一样啊。甚至有人说过去的教育水平很低，所以又没有博士啊。那他们所说的表面上听起来好像是有一点点那么的道理了哈，但是事实上是不同的了哈。我们想想看呢哈，圣经存在已经几千年的时间，在世世代代有多少的学问渊博的人，他想要来辩驳圣经的无用，可是都没有成功啊。那有多少的这个世界上的博士呢，是因为研究圣经而得来的？那我们也说过了，就是像圣经呢，经过了许许多不同的世代，经过不同的人，许多不同的人所记载。他们的记载的地点也都不太相同，不尽相同。就像有些在犹太地，耶路撒冷，有些是在应许之地，有些是在受掳之地，有些在埃及，有些在其他的地方。那很特别的是，不同时代、不同的人、不同的地点，都同时指明了同一位上帝、同一个救恩。这是很特别的了哈。那上帝有他的计划，有他的旨意，因为他是智慧的，他以智慧来呼召人。智慧的人们，要如何过一个有智慧的日子，或是说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你借着我，日子必增多，年岁也必加添。你若有智慧，是与自己有益；你若懈慢，就必独自担当。这是箴言第9章10到12节接续的今天的经文。既然我们明白，我们没有办法去知道上帝的旨意，或是说了解或看见上帝的计划，那我们如果是愿意顺服，甘心乐意的跟随，如同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，他这样祷告说：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，是照你的意思。上帝的计划是什么？其实牧师认为不重要，不需要去知道。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顺着上帝的旨意。这是受呼召者的智慧，因为呢，我们不凭着自己的智慧，而是领受了智慧的呼召。马可福音第3章的经文点出了耶稣基督他设立了12位门徒，他让他们常常与自己同在同行，又差他们出去传福音、赶鬼、医病。但是在这当中，这12人当中，虽然大家都一起走，却仍然有一个人自以为自己的能力比较好，自以为自己的智慧比较高，他不愿意全心的跟随主，他是为了利益而出卖耶稣。当然后来他就丧失了自己的生命，就像刚刚的经文所说的第12节，他说：你若懈慢，就必独自担当。我们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有智慧的跟随者？我们得到智慧的呼召的时候呢？今天的经文箴言第8章10到13节这样子说道：宁愿选择我的训诲，不取白银；宁愿接受知识，不取金金。这好像在讲犹大嘛，犹大就是没有这样做啊。
我是智慧胜过珠宝，你所追求的没有一件比得上我。我是智慧，我有见识，我有知识，有健全的判断力。敬畏上主就须恨恶邪恶。我恨恶骄傲、狂妄，讨厌邪僻和谎言。坦白讲，真的是要了解上帝的智慧，听到上帝的智慧的呼召，其实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。那我们一起努力，成为一位有智慧的受护者。